第38章第1節。迄時，猶大離開伊的兄弟，就去到一個亞杜蘭人名做希拉的家。猶大佇遐看見一個迦南人名叫蘇亞的查某囝，就帶伊，甲伊同房。伊就懷孕生囝，猶大就甲伊號名做珥。伊閣懷孕生囝，老母甲伊號名俄蘭。伊又閣生囝，甲伊號名示拉。伊生示拉的時，猶大拄仔佇基色。猶大甲伊的大囝珥娶某，名叫他瑪。猶大的大囝珥行歹佇耶和華的面前，耶和華就予伊死。猶大甲俄蘭講：你著甲你的兄嫂同房，對伊來盡你做小弟的本分，甲你的兄立戶事。俄蘭知所生的囝無歸佇伊家己，所以同房的時，規設佇地裡，免得予伊的兄有戶事。第10節，伊的所做，耶和華看做歹，予伊也死。猶大心內講：驚了示拉也死，親像伊兩個兄一樣，就對伊的新婦他瑪講：你去，住恁老爸的家酒館，聽候我的囝示拉長成。他瑪就倒去，住佇因老爸的家。過久久，猶大的某蘇亞的查某囝死，猶大受安慰，就甲伊的朋友亞杜蘭人希拉上去丁那，到伊剪羊毛的人遐。有人甲他瑪講：恁大官上去丁那，剪伊的羊的毛。他瑪看見示拉已經長成，猶無娶伊做某，就脫伊酒館的衫，用被搭面，閣抹身軀，坐佇丁那的路以那因門口。猶大看見伊，掠做是娼妓，因為伊有搭面，就挖去路邊就棍伊，講：來，予我甲你相共困，因為毋知是伊的新婦。因講：你要甲我困，要用什麼予我？猶大講：我對羊群內掠一隻山羊仔，寄來予你。講：你要用物予我做准當，聽候你寄來嘛。猶大講：我着什麼予你做准當？伊就講：你的印、你的帶，甲你手捏的管仔，就予伊，甲伊困。伊就對猶大懷孕。他瑪起來去，脫伊的被，又原穿伊酒館的衫。第20節，猶大託伊的朋友亞杜蘭人送一隻山羊仔，要對迄個婦人人的手提准當，找伊袂着，就問迄所在的人講：伊若因路邊的娼妓佇叨落？因講：這位無娼妓。伊倒去見猶大講：我找伊無。迄位的人也講：這位無娼妓。猶大講：故在伊提去，免得咱見笑。你看，我已經將這隻山羊仔送伊，你竟然找伊無？約過3個日，有人甲猶大講：你的新婦他瑪做娼妓，閣因為驚淫煞有身孕。猶大講：甲伊拖出來燒。他瑪予人拖出來的時，就找人去見伊的大官，講：這個物是之水的，我就是對伊來懷孕。閣講：請你認，看這個印、甲帶、甲管仔是之水的。猶大認得，就講：伊比我較有義，因為我無將伊嫁予我的囝示拉。對迄點，猶大無閣親近伊。他瑪佇要生的時，知伊腹肚內是雙個。在生的時，一個囡仔伸一隻手出來，抾者摕紅線綁佇伊的手，講：這個是大生出的。後來伊的手揪入去，第2個出世，抾者講：你啥事裝出來？這個逼迫是為着你，所以甲伊號名做法勒斯。第30節。後來，迄個手綁紅線的也生出來，就予伊的名做舍拉。